今仔日我有我就是尽量去想讲，我有用台语来思考无？我若骑车的路上我就大声用台语读出一寡我的想法，像演讲共款，只是讲无人听，敢若我家己听。若无啥物写啥物稿，嘛无讲家己录起来拢无，但是嘛是互我一个习惯就是一种讲台语、用台语思考的习惯。大声读出来，读出一寡台语嘛会使互我家己听着，讲我的音有正确无，嘛是互我讲有一个勇气，讲随时就开喙讲台语。但是讲我有发觉着，我较晚的时阵就和网友阿姨伫练台语我有甲伊录起来，是真正讲我台语真正讲较无好势，因为有一个比较嘛。阿姨就讲诚顺诚正。若我就是客讲足无自然，是阿姨嘛是有嫌讲无自然。我有甲阿姨讲，这就是过程嘛，我有进步，嘛是有搁找老师，线顶的老师甲我教，就是家教迄爱钱的。就是有互伊看着我有伫努，我有伫拍拼，有伫努力嘿。我想讲，其实阿姨嘛听伊讲嘛是讲。因开讲开一点钟，应该是比找少年佫较好，因为少年就是嘛诚侪代志爱做去耍游戏有诶无诶阿姨诶话，我想讲应该是应该是讲白体会嫌就是只是讲台语，伊可能听我台语听甲较艰苦就会甲我练安尼。我发现讲，其实台语自细汉就讲台语，听台语的人拢会安尼。我进前找我的网友嘛是伊就是台南人，台语讲诚好，伊就足不爱听我讲台语，因为应该是听着就诚艰苦。迄个查某的阿送的迄个网友可能。毋是阿送，是欧吉送网友，伊可能想讲，和我练台语时，伊一直甲我讲台语的代志、台语的知识。伊无想讲，其实我想要加讲一寡台语。因为对因来讲，可能真正听甲艰苦，叫因一直听，就亲像我听一寡人伫练台语华语腔诚重嘛讲甲无顺，我嘛是无想要听。其实拢共款的道理啦，咱的耳孔就是安尼，拢替心歹去。毋过这就是一个过程就是讲你无这种过程，你是无法度讲变甲台语变好。除非是讲自细汉就伫讲，只是讲自细汉伫讲台语诚自然。这种人嘛有伊的问题，就是伊袂珍惜，伊会想讲讲台语就甲水共款，所以伊可能无会被鼓励讲，定定讲台语定定学台语互伊的视线学台语，伊颠倒背，因为对伊来讲就是来甲足简单，就亲像讲阮即代人较无讲摇巴肚的经验，所以咱做物件就为着讲会当较省的，所以咱的食物咱就无去珍惜，嘛会去浪费电嘛，因为咱即代人可能嘛无讲无电会当使用的即种做无方便的经验就较少，所以讲有时阵嘛毋免欣赏讲这台语讲诚好的人。看迄台语讲愈好的人自细汉就是会晓讲的人，愈讲伊的心就是巴顿较矮。
若讲别人讲台语是伊较听无、较文人的，还是讲是较罕见的，伊就会嫌小嫌偏。伊嘛无讲真鼓励讲台语，颠倒讲你讲华语就会当啊。讲台语只是讲伊讲惯势，听惯势。这是伊家己的享受，但是台语是有人用无人用啊，会讲愈来愈少人讲，这就甲伊无啥物地带。这就是每一个人想法是无共，所以我嘛毋免牺牲。像阮姐讲，伊的查某囝有练台语的环境，伊家己阁是台语老师，但是伊可能无注重这，伊注重的就是讲。伊的查某囝会当考试考好，未来较会使选较好的头路，趁较侪钱，毋免讲死找无头路，伊可能注重这。所以每一个人注重的物件无共款，无一定讲伊这方面较厚，讲台语较厚，学语言较厚，伊就是会去推撒，推撒一寡。这方面的物件，虽然阮姐嘛是有去练英文啦，但是我想讲，伊嘛是为着互伊家己搁较进步，嘛毋是为着讲对这语言有兴趣。只是想讲伊有专长，那希望讲有一个竞争的。竞争力，这就是想法上无共款啦。当然就是心想法，就是会影响一项代志，咱安怎看待一项代志，伊有价值无价值。我是一个这方面真好，还是真歹？若是讲我写小说嘛，我若讲对我家己的。想法就是无人看，就是我写小说，就是小说无好，我写无好，这是一种想法。但是我会当换一种想法，就是我的小说就是真好，有人看无人看，伊拢是上赞的。为虾米？我就是伊的母亲嘛，伊好毋好，我上知影。就亲像讲台语，毋免讲。所有的人拢讲台语真赞，所以我较来讲，每一个人拢甲我讲，学台语薪水会当加倍，以后找食头路真好，就是会当加分，我较去学，毋免安尼，就是我若感觉讲我想要学，我讲啊真好，我就是真好，即种观念转变是。真好，真厉害！只是我嘛搁爱哪练习，我嘛是有以早迄种思考的惯势，就是会讲，大家讲好，社会讲好，较是主要意见。我家己的想法就无重要。即种就是讲，我爱去改变即种思考，爱去扭转。今仔日其实伫公司是有出册啦，所以讲我今仔胃肚有刺酸的感觉，可能嘛是甲这有关系。但是我有开始有去思考，就是出册的时阵一开始我嘛想讲，一定是别人啦，别人的问题。后来有大家有斗相共啦，甲我看讲，其实是你这个物件做毋对啊。我较想起来讲对迄个时阵是发生啥物代志，所以我较会开手，我较会去改。结果下晡就是搁要开会，因为阮每礼拜伊都有一个会爱开，就是部门分组的会。我嘛足惊，因为副总伫诶，我想讲，到时副总会讲这项代志，甲伊讲足严重无？加在，因为我算是讲缴即个钱袂当缴，毋过毋是讲一入去就无法度入去，所以讲较无虽然嘛是算严重，毋过无遐讲遐明显。以后当然就是
改物件佫爱较注意啊，莫讲大主大意，莫讲嘿，就是爱较。就是爱较认真诶，嘛是有互我一寡教训伫内底。啊，嘛上重要是我诶心情，我会向我家己讲，虽然发生即个代志，毋过免惊遐，免惊吓。我有想办法甲我诶心安落来。甲以早无共，以早就是因为我是真够紧张诶人，吼，所以就是会讲啊，真紧张，安怎，吼，我即摆有用赛斯诶想法，虽然讲嘛是无可能真成功，就是讲拄着代志，甲无代志共款的呢，做认真诶是无法度安尼啦。毋过就是有去意识着讲，我即摆心情是紧张诶，是惊吓诶。毋过我甲我心安落来，我有即种意志伫内底，就是我家己诶心爱安落来，莫一直真紧张，就是袂互事件带咧走。我阁有想着讲，我诶信念会当创造我诶实相，所以讲，我若一直想真悲惨啊，讲等下会替人掠啊，会安怎以后日子无好过，这会创造我以后诶实相。所以讲，我嘛有讲，为好诶方面去想，结果嘛袂歹啦。其实无讲，无讲补甲做严重，嘛是顺顺利利，嘛是做侪人斗相共。虽然嘛是讲出册想讲大家对我印象嘛变甲无好啊，但是想想会讲哪有要紧，就是有诶人就真正较骨啦，做代志拢诚好，就不要紧。我就是虽然无遐尼好，但是我有我其他诶优点，我嘛是会做我家己诶代志，我会学物件。嘛毋是讲每一人一定爱做足标准诶，讲伫工课上第一名，前三名，即种较是咱生活诶目标。以早我是安尼想，无毋对。以早就想讲，逐个人安尼甲我教，你伫工课上就是莫出册啊，莫安尼，互逐个印象无好，这较是人上主要，上主要爱追求诶物件。所以我若讲做毋着代志，我就想要暗砍，就是颠倒互人想讲，这个人就是一直做毋着代志，都一直讲别人。我即摆有较认真，我嘛会认着，我就讲就是我安怎，是我做毋着啊，安尼就毋免遐惊吓。其实有时阵我即摆状况就是，有时阵讲台语，感觉讲讲啊袂歹，但是有时阵佫发觉着讲讲啊无啥好。但是我即摆上大诶问题就是莫去想济，反正我就去讲嘛，会当接受诶人就接受，就亲像讲有较热心人，阮诶朋友，伊有讲但是拢讲足顺，伊诶事嘛用足深诶，但是就是有一个腔，即个腔，嘛发觉讲伊嘛较爱讲华语啦，就是若讲甲较深诶代志，就开始用华语讲。所以讲每一人就无共款诶风格。这其实拢是要甲我教物件，教物件就是讲今仔小说嘛是共款。小说当然嘛有一个标准，就是讲写咧较好，就是像好，阮有一寡网友的台语，这就是大家公认的好嘛。你嘛袂使讲伊讲无好啊，就是讲好，伊是算诚好。但是其他的人的台语是无价值嘛毋是哦。因为你莫讲只去看讲这人台语好甲毋好，你爱想讲
这人伊的精神还是讲虽然因讲啊无啥好势，但是伊一直咧推捒，啊无就是一直想办法讲，想办法学，就亲像小说共款，袂当干那看讲，大家都介意即种小说，所以即种小说有价值。其实袂当安尼，你会使去看讲，即个作者虽然讲伊写啊小说较长，像我共款，但是有坚持伊想要写的，内底会看会出来讲，伊有甲一寡较新的物件用写伫小说内底，别人无安尼做，就亲像讲台语嘛共款啊。有的人就是会去学一寡较新的，较趣味的，就是莫讲敢若会晓对话，因为自细汉去学台语嘛，学的其实拢是迄几句，就是嘛袂讲搁去追求讲我用较文言的方式啦，还是安怎，就是袂去进步啦。像我讲华语，我若讲毋是为着写小说，我嘛袂讲去查，去互家己进步，就是讲我会晓讲就好啊。哪有需要讲搁去补中文、补华语，无必要啊。我相信真侪人讲台语嘛是安尼，所以讲共款是写小说，无共款的作者有无共款的价值。讲台语嘛是，遐侪人咧讲台语，有人讲啊无好，但是想看觅伊是香港人，伊讲广东话，伊搁去学台语，有诶无诶，就是大家状况无共款，其实就是爱欣赏无共款诶水。我就是袂晓欣赏，敢若会晓讲，敢若有一种标准，我眼内就是敢若有一种好甲毋好，好诶就是大家公认诶。即种是互人真艰苦啦。为什物？因为我著会去追求嘛，然后讲台语，我著追求讲我诶第一名就是应爱做正，讲啊做顺安怎。著写小说著变讲我想要写甲真好，搁真侪人爱看，就是讲我诶价值内底就是爱两种我拢爱，著足贪心。讲台语我嘛学台语嘛是真贪心，就是拢总拢爱。当然迄是一个目标是无毋对，但是人其实伫这过程中，我爱欣赏是这过程中也袂到，但是这过程中嘛有真侪会当享受的物件。就亲像讲我打小说，抛我的小说，像今仔我就开始有意识着讲无呢，我以早一顿来第一件代志，就是紧甲我的小说就紧抛伫社团。即摆想就讲，我无小说，无即件代志会当做啊。是有淡薄仔失落，只是讲拄仔好，就是今仔真无闲，甲迄斗阵上课的同学，线顶的同学要开会，搁有听台语的活动，搁去找阿姨练台语，就是真侪代志会当做。即摆到时翁搁转来，就搁陪翁。所以讲，就袂讲一直甲我的心拢囥伫即种失落感，即种感觉内底，就是讲有一寡失去的感觉，就是无一直讲浸伫内底。因为讲，即摆我可能智慧无够，我就想讲我遐拍拼去写小说，结果哪会像一场空嘛，就是大家可能讲两句话，无就是上尾一篇大家讲两句话，饲一个赞，安尼，就安尼嘛，无
无讲甲我学落啊，还是安怎，只是讲哇，你写足长诶。但是我想讲，毋管别人讲啥，我可能拢袂满意啦，因为人拢是足贪心诶嘛。有5个人讲，你着想要10个人甲你学落。嘿，因为我若家己着是看轻我家己，着是爱需要别人拢讲好，我较会满意。这永远着是第内底拢是感觉讲家己无够好，所以我爱改变的是这种心态，我爱改变是我的心，并毋是讲我即摆爱安怎追求，追求写一个小说，足侪人拢足介意的。这哪有可能？就是像我即摆讲台语，哪有可能讲1礼拜以后、1个月以后，我台语就是真正是好甲大家拢听袂出来，讲我是袂晓讲台语的人。虽然希望，这是希望嘛，咱的愿望嘛，就亲像讲，我嘛希望我写小说，足侪人欣赏，佫拄啊好，介意的人拢看会着，无介意的人一看就介意。这就是一个愿望啊，但是我明明知影讲，伊即摆条件是无法度达成，就亲像讲我讲台语，爱讲啊诚好，这是无可能短时间，无练啊练几工就会当达成，因为我毋是这种天才嘛，有人可能是这种天才，但是我就毋是。而且我讲话可能嘛较出力，无遐自然，所以讲大家若较无自信，大家听可能嘛就无遐好势。但是有一个重点，别人听有就好啊。虽然伊听甲无诚爽快但是这哪有要紧？我敢讲，我有自信，这是上重要诶。若是讲一直想讲，我讲台语讲无好，大家听会艰苦，人的耳孔安怎，人心内会足艰苦，足对不起别人。这种想法，就是爱去互改变，就是想去想别人讲对我的看法。我有互别人困扰无？这种就是离家己较远啦，我无去听家己心内的声音。我心内的声音就是讲，我即摆就是爱加讲啊。若讲我即摆若讲阿姨听久啊，有伊听甲诚艰苦，诚不耐烦不要紧啊，我佫会使去找别人、别阿姨啊，还是安怎？无我就是。佫去找家教的老师嘛，你有开钱，哪有可能开钱人无爱趁嘛？拢总有办法会当解决即个问题，无就是同事嘛，伊是甲我较好，伊嘛后来就想会开，就较巧，伊就知影讲，伊就毋免成本陪我讲台语讲几句，嘛毋是讲正艰苦的代志啦。虽然讲若讲1点钟可能。爱伊的命，但是讲甲几句是会当啊。因为我即摆是有进步到，虽然听起来无诚爱听，但是嘛无讲诚艰苦。因为我袂一直沉担，袂讲沉担甲伤超过。上痛苦的期间可能有度过啊。所以讲，这都是。这过程啦，上重要就是过程，互我学着啥物物件，大家拢会用一寡讲你有啥物结果，有啥物好处，即种看法来看大家做的每一件代志。有一个人，伊就是讲，像阮姊啊，伊的小姊啊，就是后来读啥物科系。结果佫去转大学，找工课，找啥物工课？
结果安怎？你若讲敢若看结果，就是讲，你看这个人就是爱读啥物科系，较会讲好找头路。但是咱着拢无去守护着过程，即个过程当中，伊是伫想啥，伊有学着啥。我若小说，你讲小说写诶，我嘛定定咧问无人看我这写小说哪有意思？其实伊诶意思就是会当互我去思考一个过程当中，人会当学着啥，人会当安怎成长，安怎转变。就是我思考诶物件，都会无共款，因为小说就是嘛是有一个过程结果嘛。若是阮就是重视讲做啥物代志，结果是啥，就变讲是一个重点诶剧情尔。但是这过程当中，这人是安怎转变伊诶思考，安怎伊诶个性是安怎造成讲别人无共款诶个性会行向别条路。但是这种个性诶人啊，路阁无共款，这就是过程做有路诶物件。我写小说，我会当写即种物件。我家己诶人生，我嘛会使用小说诶方式，豆豆仔甲伊品赏豆豆仔甲伊欣赏，就是爱欣赏家己诶人生，毋是讲看结果，趁偌济钱，台语学甲安怎，有去搁摕着一个硕士啊、博士啊。因为即摆人诶思考就是做现实诶啦，像阮学姊妹仔诶伊叫做先摆嘛，妹仔伊就是安尼啊，就讲你做啥物代志，就是你摕一个你摕一个博士啊、硕士啊，加薪无啊？就算无加薪嘛，听起来较好听。拢是有一个社会上社会会追求诶物件，所以伊着爱先看，爱有即种结果，伊较会去做。但是我即摆就是学使使我就是开始转变，无一定爱有结果，因为若每项代志你做，着想讲爱有迄种结果，其实是痛苦诶，因为无一定会有结果。其实 New Age 新时代拢是甲咱安尼教，你莫去想讲爱有啥物好诶结果，有啥物会当互你摕着啥物你暗算诶一个结果，毋免去想这，你着是爱去想这过程当中，爱去享受。但是无人去教，无人教咱要安怎享受过程，着无人去享受嘛。就是讲，咱读课本啊，上尾皇帝是啥物人，做啥物代志，这拢是结果。无就是讲，咱的孙中山啊，最后伊是成功还是失败啊？咱是白去讲一个人，伊无成功，但是伊的过程当中，是安怎想即个决定，结果安怎搁安怎，就是讲咱袂去强调即个物件，咱只是会去紧去看即个结果是好还是歹。咱就是做久以来，拢是安尼，就亲像讲台语，大家无重台语。做久以来，台语可能就是骂人诶话，也无就是白药啊，也无就是有诶无诶无法度去写文章。这嘛是做久以来，大家一种错误诶观念，要甲伊救转来是真正恶救。就像讲咱即摆思考嘛是，咱拢袂去想讲过程当中，诚好诶部分去享受，
若讲交往，就讲有结婚无结婚。你讲甲伊一个人有交往无交往，若有交往有结婚无结婚，无结婚就无效，就是会讲无效两个字。若结婚以后有生囝无生囝，相生，对啊，就是连死亡嘛是爱比赛，谁先死，谁后死，谁有破病，谁无破病。其实过程，这过程足可贵，但是咱已经足久无去欣赏啊，所以我即摆嘛是爱转变我的观念。就是安尼。